今日我哋嚟到九龍城聯合道18號，想介紹翻一棟單棟式嘅住宅俾大家，就係民耀啊。民耀雖然咧屬於單棟式住宅，但係咧裏邊咧竟然隱藏住咧8種唔同嘅戶型咁多嘅。咁我哋咧特別揀選咗咧最特別嘅戶型咧，介紹俾大家，就係頂層嘅特色戶啦。咁頂層特色戶咧嘅電梯大堂啦，同埋屋裏邊嘅裝修咧，都充滿住咧神秘感同埋咧設計獨特。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就一齊上去參觀。民耀位於馬頭角聯合道18號，物業座數1座，總共提供咗92個單位，戶型涵蓋1房至到4房，單位實用面積由379至到2183平方尺不等。民耀設有8種唔同類型嘅單位間隔，可以滿足到買家唔同嘅需求。今日我哋為大家介紹嘅頂層特色戶就係屬於最高層同埋最大型嘅間隔，4房4套，連2間儲物室，仲有私人平台，實用面積2183平方尺，私人平台589平方尺，工作平台16平方尺。現時發展商以招標形式出售。大堂嘅設計咧都非常之獨特，咁運用咗咧唔同嘅材質，包括咗咧大門啦、門框、牆身、地板同埋呢一度咧都係用咗咧啡色嘅素材，咁組合而成咧，俾到一個咧神秘嘅感覺大家。咁而且咧特別咧製造呢個咧天窗，可以令到呢個自然光咧直接透射嚟到呢個大門口，咁所以咧呢個設計咧都非常之罕見。長形嘅客飯廳係全屋最中間嘅位置，而且咧仲連接住咧戶外嘅平台。咁平台嘅面積雖然唔算話好大，但係擔當住咧非常重要嘅角色。而且咧將兩邊嘅趟門咧完全拉開，咁佢嘅範圍咧就由客廳至到飯廳呢個位置。而且中間咧係完全冇支架啦，同埋牆身咧遮擋住，可以將咧外邊180度嘅景觀咧引翻入嚟屋裏邊，咁所以咧客飯廳嘅區域咧攞到最優秀嘅景觀，亦都係全屋最大嘅賣點。再配合埋高樓底嘅設計，有成3.8米咁高，每個區域咧都做咗個假天花嘅設計。咁而且咧，佢亦都係一個特質嘅，就係裏邊咧做咗個條子紋嘅設計嘅。咁凸顯咗咧高樓底嘅設計之餘咧，亦都增加咗佢嘅立體感。客飯廳呢一邊嘅牆身咧，用咗咧木係嘅素材咧拼合而成，而且咧裏邊亦都隱藏咗咧大大小小唔同容量咧嘅儲物櫃，大大增加咗咧佢嘅儲物空間。由客飯廳咧可以出到嚟咧呢一個工作平台，咁亦都可以咧直接行到去咧小偏廳咧隔離呢個平台位置，內置樓梯咧亦都可以咧上到去上層咧嘅另一個工作平台，而且咧佢嘅景觀咧就會更加開揚添。呢一邊嘅區域咧，包括有洗手間啦，同埋2間套房。咁至於咧，再加埋一道大門，閂埋之後咧，就可以完全分隔開咧寢區同埋客飯廳嘅地方。呢一間咧就係主人套房，咁主要咧分為2個區域。咁呢一邊咧就係休息區，可以擺多一張咧雙人床之餘咧，仲可以咧連接住咧戶外嘅平台，咁可以咧早晚咧都欣賞到咧咁靚嘅景觀。而呢一邊咧，亦都預留咗個空間啦，咁可以做咧化妝台咧或者工作台咧都冇問題。主人套房入邊咧有大量嘅衣櫃，就好似啦呢一幅做咗個半透明嘅衣櫃啦。衣櫃咧裏邊亦都擺放咧非常之細緻嘅，咁上邊咧可以擺放大型嘅物品啦，中間咧可以掛衣服，而下邊咧亦都有咧多層唔同嘅層格。
仲有2個小型嘅展示櫃，咁最適合咧就擺放手袋啊或者鞋。咁至於咧呢一邊嘅櫃咧，就最適宜咧擺一啲咧貴重物品，例如啦珠寶啊或者手錶等等。浴室嘅裝修咧都比較有時尚嘅感覺，主要以灰色啦同埋銅色為主嘅。咁而且咧佢嘅間隔分明，包括有座廁啦、浴缸啦同埋企缸，而且咧兩邊亦都有大窗邊嘅。咁所以咧配合翻呢個百葉簾咧就最適合啦，因為咧可以透翻自然嘅陽光入嚟啦，亦都可以咧增加佢嘅私隱度。呢一間睡房咧，以粉色系列為主，擺放咗雙人床之外咧，仲加設咗化妝台，咁所以咧呢間房間咧做女士嘅睡房咧就最適合啦。呢一邊嘅區域咧，包括咗有2間套房啦，仲有1間嘅廚房嘅。咁而且咧，呢度亦都加設咗個咧調酒櫃，咁可以咧斟完酒之後咧喺度咧傾偈啊聚會，多咗個休息嘅地方。咁如果咧唔中意室內嘅時候咧，仲可以咧出去咧戶外嘅環境添，咁多咗咧唔同嘅選擇。每間睡房咧，其實都有自己咧獨特嘅設計同埋特色嘅，就好似呢一間睡房咁樣，比較實用型同埋舒適嘅感覺。咁咧呢一邊咧有一個長形嘅台面，可以擺放電視機啊，或者做書台。咁要因應翻咧主人嘅喜好。咁至於咧擺放完雙人床之後咧，呢一邊仲有另外一個空間可以放置咧咁大型嘅座椅，咁樣咧就多咗一個休息嘅空間啦。頭先咧同大家介紹完咧3間嘅睡房，咁呢一間咧就係最後嘅房間，咁而且咧將呢一間房間咧改建成書房，後邊咧做咗個 L 型大型嘅書櫃，而中間咧就放置個工作台，咁可以咧兩邊咧都放置個工作座椅，而且亦都有大窗邊咧可以一邊做嘢咧一邊咧望向咧外邊嘅景觀。廚房嘅位置咧，主要分為咧2個區域嘅。咁呢一邊咧屬於實用型嘅工作台面，咁包括咗有煮食爐啦，同埋咧多種咧嘅電子用品咧，都係擺放咗喺呢一邊嘅位置嘅。咁特別咧想介紹咧呢個5個爐頭嘅煮食爐，咁包括咗有電子爐頭啦，同埋明火嘅爐頭嘅，咁有多個唔同嘅選擇。呢邊咧就屬於咧展示型嘅區域，因為咧上半部分咧做咗個咧茶色半透明嘅展示櫃，可以擺翻咧中意嘅餐具喺裏邊。民謠亦都有一個較大嘅吸引力，就係坐擁喺名校網嘅41區中學校網九龍城區。咁由屋苑出發，喺10分鐘嘅範圍之內咧，亦都可以去到咧多間嘅名校，包括小學同埋中學。交通方面，步行大約5至7分鐘左右就可以去到港鐵站嘅宋皇臺站。咁鄰近九龍城廣場同埋九龍城街市，咁附近民生便利，生活配套亦都非常之完善。至於咧大型商場就要去到啟德嘅 ASI 商場啦。今日同大家介紹咗九龍城嘅頂層特色戶俾大家，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呢類型嘅特色戶呢？如果大家都中意，記得留言話俾你知，仲要幫手訂閱、讚好同埋 share 我哋嘅 Square Foot YouTube Channel啊！下次再見。